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非都市区的偏乡学校，敢一定就是弱势咧。顶礼拜咱的系列报道，带大家到山顶、到海边啊，看到偏乡教育的难题。今仔日，咱要到北海岸来探索到特色的小学无同的风貌。新北市的野柳国小甲片头国小，拢是挖海的学校。最近这几年来，因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甲地形，发展海洋教育。像这个畅水味，像这个高木船等等，拢是学生囡仔的必修课。学生伫咧学校学到的海洋的知识，阁会当伫咧观光景点做一个小小的导览员。因为学校有发展家己的特色，所以近年来虽然有少子化的冲击，但是招生的人数也是一直在增加。充满着生命力的海洋小学堂，咱做伙来去探访。为那些空旷大海中延伸而出，海角地形真假真特殊，真悬的沉积岩上有采一间红霞白墙的双展建筑，这是人称全台湾上水海景小学片头国小。片头国小伫新北市的瑞丰，是台湾面向太平洋头一间小学，后壁是翠绿的山峦，头前是蔚蓝的海岸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校园边啊是国际级的海蚀地形，好这学生沉浸伫个上界自然的海洋学堂中。鼻头灯塔是由西元1897年日治时期建设的，那时候日本把它建造为六角形铁塔。片头灯塔就采伫活动中心的壁面，也有超高人气的米字旗、李亚克司令台。校园内四界拢会使看到缤纷的彩绘墙，互人袂输行入东画迄一半的海底世界。我后面的那个就是海蚀平台，然后海蚀平台它是崩落下来的石块形成了平台。人物在地嘛，传承记忆，透过课程的教学，学生对附近社会景点是有够了解。每一个人都会真自信，讲出家乡的故事。海洋教育呢，我觉得不是口号，而是一种生活。那我们鼻头国小的特色就是把海洋教育呢，直接融入到我们的课程生活里面，也融入在我们的生活美学里面，让孩子也可以很进一步的喜欢我们的海洋，以我们美丽的海洋为荣。准备出发前往龙洞，我们要进行我们的浮潜课程。这好小的巨机械。等一下，尽量不要去抓它，尤其是杨克竹，他本身会使用怎么样断脚求生，万一抓他的脚，还要把他自己的脚怎么样切断？所以我们尽量不要，我们可以用观察的方式。每学期的海洋体验课程，学生会去海埔去观察生物。附近的海蚀平台，甚至是渔港，拢是片头国小学生学习海洋知识的宝库。这里是龙洞湾海洋公园，距离鼻头国小大约1公里，不到5分钟的车程。对孩子们来说，不只是最佳的户外教学场所，更是他们的天然游泳池。转身的时候呢，很简单，我们左脚交叉到右脚的上面，等一下记得下巴要抬高。依照教练考练确实练习，正式入海前基础的动作，拢爱真实练。片头国小学生为3年级开始，就要接受畅水位甲轻艇等等水上运动机能的训练。我也看到。江见海胆，来快点！我想摸摸看。看到这边吗？这个是不是石头？不是。是什么？海星。什么海星？很简单，再转个面给你们看哦。1、2、3，是什么海星？这个叫做馒头海星。学员装备使用甲水中的姿势，升级到海水生态畅水区。大海内面，彩色鱼仔伫咧游，互囡仔看甲目睭唔甘腻。自细汉就认捌海洋生态、水域安全等等的观念，建立亲海爱海甲护海意识。我们藉由一个浮潜的活动，然后跟大海做个亲近，让他们认识这些海生物啦。那进而我们会知道一些，例如海洋的环境的风险，例如有天气啊，有海况，还有我们的一些潮水。好，我们主要是想要教导这个小孩子一个知海、爱海跟惜海。那你们喜欢上浮潜课的举手哦。耶！为什么？因为可以让
我们看到课本中的一些生物，然后对，然后就摸不到的，课本中摸不到的。这边很重。我喜欢来上浮潜课的原因是，这里有很多生物，有羊水族，有海胆。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孩子呢，我们从小生长在海边，那能够亲近海洋，热爱海洋，那未来呢也能成为海洋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小尖兵，守护我们的海洋。台湾四面拢是海，领土海岸线总长差不多是1566公里，领海面积有17万平方公里，是陆域国土的4.72倍。因为受到早期海禁政策的影响，海岛居民却有惊海心情。为了打破这款的恐惧感，2007年教育部订定海洋教育政策白皮书，要将海洋的素养向下定根。在新北万里区的野柳国小蛙鱼港，学生过独木船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，是野柳国小上较有特色的新团活动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然后这时候就弓箭步，然后就向逆者抛过去了。安全课程袂使马虎，经过训练，每一个学生囡仔拢有基本的水上救生知识。不过，囡仔上欢喜的是落水过独木船。野柳国小的独木舟课程可不是儿戏，因为他们要毕业，得从东澳渔港一直划到这里海王星码头，才能领到毕业证书。那同学们，你们有信心可以毕业吗？有！哇！当年毕业活动变成野柳当地大代志，毕业生展现海洋小勇士精神，建构一粒爱惜海洋的心。学生主动写批建议新北市政府成立野柳保育区。2019年12月，渔业法通过成立野柳国小，唔但开始做竹桩打软鞋的服务，嘛变成保育区小小的解说员，以实际行动守护家乡海洋生态。如果这边有垃圾，我们就要捡起来，不要在这边污染这个环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会害那个塑胶屑会害鱼吃到，然后它们就会死亡。我们在独木舟新船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就是划到外海去，然后大家就要互相帮忙，会成为我小时候非常棒的回忆。我最喜欢的是海洋彩绘，因为海洋里面有许多美丽的生物，它们这些生物因为它们的海洋受到了破坏，导致让我激起了我想要保护它们的心。反思又被称为闷西亚或女巫贼。我觉得小朋友会渐渐的会关心哦，说走出书本、走出校园，会关心这个环境。我想说，身为教育工作者，应该蛮开心的，就是小朋友活用知识，哦，那对这个世界是要有一些义务跟责任。近几年来，不管是那个气候变迁，还是海污海废的一个污染，所以我们都是让小朋友亲自来看到自己家乡的海洋的一个改变。那希望在这个改变的历程中，小朋友他是非常有警觉性的，把这些议题纳入生活的行动。那前面呢，就是我们上一次净滩过后，我们所收集到的一些物品、一些废弃物。那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放在前面。那我们会今天呢，会利用这里面的东西去做我们的再生。海洋课程为室外行入到是归纳的海洋废弃物，有玻璃杆啊、塑胶碟啊，也有希望啊浮游浮动，在学生的脚手之下重新擦色，变成上有特色的艺术品。你没有想过，原来这些废弃物也可以有一天也可以拿来当做也可以拿来画画。有时候都会看到有一些人就是站在海边，然后乱丢垃圾，然后心里就会觉得。天哪，这是我们台湾的海，你既然这样乱丢垃圾，就会很想要过去阻止他们。我们会避免伤害海洋生物，我们不要随意乱丢垃圾，我们会减少使用塑胶制品。这只是什么？花蟹。因为它很像花。我要换第二只哦。番茄蟹。怎么那么厉害？
马上就知道那是3连线。它有3点。我们小学部幼稚园的囡仔，同款是海洋的小尖兵，在地海洋常识，拢总考因袂到。一个是男生，一个是女生。好，那我要考你哦。看屁股。男生的，因为他是穿三角裤。他穿三角裤。啊，女生呢？他穿尿布。他包了一个大尿布，是因为要放宝宝。小主怀大影冲过全台湾，偏向小学竟然是挡袂牢。109学年度，新北市到贡寮福联国小、瑞丰联动国小2间偏向学校招募新生。不过偏头国小在发展特色教育后，学生人数上济，捌成长3成以上。由于国小小学部新生竟然为10位数以下增加到12到14个人。这个海洋教育课程不是一触可及，我们推动海洋教育已经22年了。其实我们的在地人文或者是在地生态海洋课程，都是结合社区的资源。有活动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会全部的来支持我们，让孩子懂得那个珍惜这样子宝贵的自然资源，爱护自然资源，也透过孩子来做宣导，让社区的民众一起来守护我们的环境，守护我们的海洋。海洋教育袂说是一粒仔一粒的种子，伫囡仔的心内慢慢发展深化。未来我靠海洋之主，将带台湾航向世界，拥抱未来，嘛永远守护着咱的美丽大海。